當一個外賣送到你面前，有冇諗過外賣員為咗呢個外賣要爭分奪秒，要同時間競賽？咁通常佢俾到我哋手上之後20分鐘，咁等埋餐咁樣，可能得翻10分鐘咁樣。咁根本上就唔夠送，因為起碼唔計出餐時間，因為啲出餐慢嘅餐廳，咁我等得嚟，咁可能已經剩翻幾分鐘，咁咪唔合理咯。外賣員孫小姐亦認為做外賣員冇保障。因為都驚我衝出去嘅時候可能俾車撞嘅話，咁冇得賠，咁我都係只可以自己俾翻醫療費啦。有工會認為外賣平台盲目追求效率，漠視外賣員權益。即係逼你咯，即係明知你送唔切都好啦，咁啊逼你爆發人類潛能嘅極限咁樣咯。你係咯，你極限先至有最高效率㗎嘛。政府冇任何其他政策啦，除此以外，而平台公司對外賣員嘅做法都係一成不變，咁我哋好難有樂觀。佢建議外賣平台應該將薪酬標準化同公開資訊，申報人會有詳細報導。